各位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7月24日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卢尚如。新闻头起先，咱先来看台塑台查某骹球案的撤回风波。校方已经伫咧昨为阿嬷召开下教评会，表示会做出符合社会期待决议，后续会来邀请校教评会处理，打算伫明仔载会公布最后的结果。另外，昨地判院维权委员会嘛有召开公听会，台塑台 IRB 主委陈学志讲，计划甲实际之执行有真侪无合理的部分，未来嘛改善来加强查核。地法院维权会展开人体生物资料库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公听会，台塑台 IRB 主委陈学志讲，女子骹球抽回案的计划申请内容甲实际执行有差，只能靠书面的查核无一定正确。在主持人的计划书里面也是有写说要聘请有执照且有抽血经验之护理人员进行抽血。根据他的计划书里面，他写他的研究对象是招募大专足球及一级木男企业联赛的现役选手，也没有讲台师大的女足队。参加的专家学者拢提出建议，伊即回讲，若是即种非医疗研究，目前是无明确的规范会用的管。立委认为，若是有抽血即种侵略性的检查，应该比较医疗机构来审查。医所专利会是表示，研究计划每一个部分都应该保障接受测试的人的权益。其实这个研究计划如果有问题，不管从 IRB 开始还是在执行中有问题，毒树上长出了毒苹果是不可以用的哦。体育署要处理注销周大英的教练证，照停诉中华骹球协会就要先开纪律委员会。23下昼骹球协会纪律委员会了后，即日以声明公布审议结果，注销周大英现在持有的教练证，而且这些人拢未当搁再申请教练资格检定，也因为霸凌案拢未当搁再参加骹球事务。我的错，还是希望球员能够原谅我。教练证对我来讲 OK 的，那我喜欢这个项目，所以我还会继续从事这样一个的足球运动，只要有机会。协助这件案件的立委陈培武甲人本基金会讲，这便是重建体育文化甲体育训练相关权益甲伦理的机会。如果当一些选手会认为说这个事情没有什么，或是把举发者当吹哨者当成是一个破坏我们体制或破坏我们文化的人，就表示这个病很严重咯。台塑台伫23晚暗时阵开院教评会，并且讲已经做出符合社会期待决议，将会移送到校教评会，25公布审议的最终结果。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新北市万里昨发生一阵车祸，一台载更调的大班车在东湾路行的时阵，和几台坐定定的国光客运相撞，造成1个人死亡，14个人轻重伤。警方初步调查是大班车出去出甲对向的车道，也毋过这详细原因都还阁继续来厘清。监视器画面看到国光客运伫转弯的所在，互对向开来用温血运的拖班车大力甲弄落去，车道顶面在更条一个拢喷到大路，后壁骑车的人赶紧撇向正边闪开，逃过一劫。国光客运顶面的乘客想到车祸当时的情形，感觉是真恐怖。就是先被撞，然后玻璃就全部都碎在车上，然后我们原本是想要走前门下车，但前门就其实已经被卡住了。警消到场了后，赶紧抢救拖班车司机掉伫内底，是当用机械将个人救出来。这车祸是发生伫23早起7点50左右，新北市万里区的庄仔厂公车站牌头前，新北消防局赶紧启动大量伤者救伤机制。事故当时，客运连接司机有41人，除了27个人无啥要紧，家己离开，其他人亲像拖班车的司机，也有国光客运的司机甲乘客，总共有15人送医。其中一个39岁姓余的乘客送医急救了后不治死亡。我们初步调查这台大货车是在下坡路段疑似失控，那偏离了它原本的车道，驶向对向车道，然后撞上迎面而来的公车。事发当时，死者是坐伫车头一排，边仔座位无坐人，客运向互大力弄到，挡风玻璃拢碎了了，车内更加是混乱，四个拢是碎片甲废料。因来国光客运这司机过去无相关违规记录，国光客运讲公司已经成立专案小组，会全力来协助这死伤者。不管目前的状况怎么样，都会对伤患死者做一个
最争取最好的一个照顾。科罗局调查，拖班车司机是酷航中华一间高分公司，车籍是正常，最后一摆检验的日子是今年6月25。司机当时初步了解是无违规的代志，不过规个事故，拖班车是不是违规超载，也个详细造成事故原因，检警要进一步来调查。也呼吁民众若是有亲目睭看到事发经过，应主动提供行车记录器影像，协助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屏东湾州乡的海边加落水，前几日有一个57岁的查甫人去遐耍水，人说互海泳假期到当时也找无到人。海巡署提醒讲，这几天因为受到热带性低气压的影响，所以南部的海气和海泳拢无稳定，若去到海边都要特别注意。救援人员驶着手铃船伫海面来回敲吹，海巡人员嘛伫海岸一边行一边注意海上状况。这是屏东湾州乡加落水，昨日下晡，一名57岁姓张的查甫人到港口溪耍水，伊想要搁较挖进海口扣石头，煞无注意互海泳架去。张太太伫岸边一直等无红晒，随敲电话报案。消防局紧急出动6台车、2只船、1台无人机，总共11个人去现场救援，毋过拢找无人。救援行动23透早8点继续，消防人员嘛骑水用乌托邦斗找，到中昼也是找无到人。根据了解，这名姓张的查甫人是新竹一间工程公司的负责人，要带厝内的人到垦丁佚佗，结果发生意外。一名男性民众于屏东县满洲乡嘉乐水港口溪出海口处，因戏水未安浪况遭浪卷走，天后潮汐及浪况不佳时，请远离岸际，以为自身安全。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指出，港口溪出海口的风影，这2天悬度拢有超过1公尺，因有插红旗管制，禁止民众落去海里耍水。海巡署嘛提醒，这阵仔南部海域受到风台外围气流的影响，风影较无稳定，天气变化足紧的，若要到海边活动，要注意安全。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再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到风台、环苏格或外围云系影响，北部会有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而且愈晚这雨势愈大，咱来看温度。今仔日除了北部愈晚上雨的情形会愈明显，其他所在轨道会有短暂雷阵雨，明仔载到礼拜，受到环苏格也个跌杂草2粒风台外围也个季风环流的影响哦。中部以北会上大雨，会透强阵风；南部会落阵雨，也是雷公雨。因若轨道天气变化是会较大。气温的部分哦，咱来看，北部高温是30至32度，其他的所在是31至34度。不过，亲像台中、彰化大陆，都有可能会降到36度以上，所以民众都要加较注意。今年第7号风台环苏格伫咧昨形成，今仔日和明仔载2天上挖进咱台湾，然后更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嘛已经变做第8号风台跌杂草。另外，中选会表示，那是因为风台地方政府有宣布停止上班，安尼迄个地区就会停止办理罢免案投票。伫罢免投票进前，受风台形成，伫菲律宾东方海边的低气压，23形成今年第7号风台环苏格向琉球南方海面线震动。因为即马西太平洋是伫咧季风气压的活跃期，若是条件适合，就可能够发展成做一个风台。台湾正拄伫即个气压带内边，专家预测日落全台湾拢会落雨。看起来26号的天气呢，大概是在桃园以南天气相对是比较不稳定的。大概接近中午过后呢，也是全台午后降雨相对会比较明显。气象专家估计，这边风台伫咧拜4、拜5会落大雨，拜六是毋是影响，甚至发警报也怪看。因为拜六要办罢免公投，中选会主席李建勇也亲自去气象署拜会，了解最近的天气是毋是影响投票。气象署也做详细简报分析，可以做参考。你除了就是来气象署来关心礼拜6嘛，那一天的天气情况，可能会不会涉及到台风警报的发布，甚至产生了停班停课的问题？那我们做一些分析跟研判。李进勇讲，会甲气象署密切的联络，了解天气的变化。中选会也成立中央选务指挥甲应变中心，来应应投票期间各项选务突发状况。若是风台来，地方政府宣布停止上班，会随宣布这个地区停止办理投票。记者综合报道。
进前，丹那市丰台地区台南七股和西寮的爆发放气，即马阁拄到天文大楼边仔的盐埕积大是已经淹2工，水拢也未退。市道176线第4卡街海水是直直灌入来，水利局有贴迄个沙地啊来应变，也若按算是2礼拜内来完成爆发贴管的工程。 水地最深路面边缘，已开始大流，地处台南7股盐埕内底，市道176才出现淹水，水深到半个脸仔悬，车要塞入去根本就无法度。这摆淹水唔但因为大流，主要嘛因为当那是风台时，西寮一带爆发有破坑，损害甲真严重，加上大流排水，海水倒灌。 造成半仔寮海水倒灌入去盐埕里，附近居民拢心惊惊，拢烦恼像顶日来徛街，大家拢做水灾。水灾过，大家拢规个拢高兴的啊！你看破棚啊，拢怕呀！啊，即摆如果惊水灾意外，规村的人拢爱走。叫啊淹起来就爱去处理啊，无要淹起来吼，这到处就淹下边烧啊去。啊，所以讲会烦恼啊。 烦恼啊，煞袂。水利局讲，洪台过后，因已经有派人赶紧去完成医护爆发补强，保证7股176市道受雨轮流失，造成第4卡街会出现淹水。现场已经出动人工甲机械，嘛咧贴沙地啊。因按算2礼拜会完成现有的盐埕道路加灌工程，通港街附近社区搁做大水风险。经评估积水尚未影响社区，黄伟哲市长要求水利局立即筑起第2道防线，将于今日持续针对 盐田土堤运土加高。这摆大流对22到27连续6天，加上低气压影响，天气无稳定。那台南、屏东、东港、东定里平常淹搁较悬，就算即阵管区参相关单位有刷动式的抽水机进驻，不过由于是淹水，一直到透早7点外才退。这几天乡亲就爱特别细腻。记者上柯品哲台南、屏东采访报道。 但那是风台造成南部地区的电信信号也有网络断去，甚至连电视也无法度看。业者有答应讲，上紧在7月底进前会恢复。速发部嘛当在规划要来强化通讯的韧性。 但那是风台甲南部算得较真厉害，部分地区的信号和网络断去，甚至有的电视嘛无法度看，互当地居民真恶接受外界消息。电信业者回应讲，目前已经派人力加强，上近7月底就当全面恢复在前的信号。另外，电视业者嘛讲，电视信号的线路需要配合在后的中建，已经加派卡手，希望量早恢复。来看哪一些这个基地的涵盖情况，会做所有这个我们叫做评改优化的工作。我们 定目标7月底能够完全维护这个整个用户的通信的品质。因为它的断感、微感需要清理，所以它会把全部的缆线收掉。所以这3区呢，我们不是抢修，而是要重建。好，那重建的过程，我也紧急加派人力。国家通讯团部委员会表示，目前信号也无改好的原因，和目前建设的是临时的基地台有关系，已经有派行动基地车去支援，也毋过目前车的数量无够，未来和各单位参详，敢通增加数量。另外，速发部表示，经过这届风灾，显示台湾应变的能力也无够，亲像提供卫星信号的基地车，敢若20多台，未来嘛继续增加基地车的数量。 卫星中继台都散出去的都还不够，那我们也已经开始盘点，就是说今年的预算跟未来在后复原的预算，可以优先让 NCC 现在管的这100多台通讯车都先把支架装好。 速发部嘛指出，目前已经和各业者咧参详通讯的基地台会使共用，嘛开始安排未来预算，希望会使全面加强通讯的系统。灾害若是过来，才袂造成通讯中断的状况，互民众会使安心。记者桂宗林、曾俊佑台北报道。再来带乡亲来看今仔日的报纸，咱先来看《自由时报》。为着要提升急诊的品质，健保署提出8大策略，会参考国外的经验来推行加一咱的急诊中心，就是伫咧急诊状况较侪的病院附近来加开据点，收治这轻症的患者，上紧伫今年10月要来试办。再来看《联合报》，筹备9年的国家铁道博物馆要伫咧7月底进行第1阶段的开放。 按算2027年会全面开放，也毋过2027年了后，交通部敢要继续做，还是免钱提供予文化部使用，都来继续讨论。再来看《中国时报》，日本自民党伫咧参议院改选大输了后，首相石破无面临着施政的压力。有特部媒体报道讲，石破无按算伫8月下旬请辞，也毋过昨下晡伊已经有出面否认。
行政院政协副院长田立军有带关税谈判团队，已经过去美国华府，要来准备新一轮的协商。兼任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伫咧中常会有强调，台湾的团队会维护国家国民健康，也有粮食安全等等的原则，来达成台美贸易平衡。那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认为讲哦，无应该黑箱作业，就要让民众了解台湾的两岛一部分。前一日，行政院经济发展委员会召开顾问会议，全无看到副议长陈立军的身影，正伊证实陈立军已经佮带领关税谈判团队去美国华府进行第4摆实体协商。我们持续秉持深化台美经贸关系、双方互利互补的2个原则进行谈判，也期盼能够完成维护国家利益、守护产业利益、守护国民健康、确保粮食安全等4项任务，达到促进台美双边贸易平衡。行政团队用开诚布公的方式，我们不必全部都说，但是有一部分一定要早一点，让产业、让我们国人知道我们碰到的困难是什么，我们准备让的是什么，我们可能牺牲的条件是什么。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呼吁对美谈判无应该互相作业，由于川普宣布日本对顶关税为25%降到15%，正做目前亚洲国家中上低税率。不过条件是对美国开放市场，也让各界更加关注台湾的最后税率。从那个24降到15嘛，降9个百分点。那如果我们台湾是比照办理的话，那我们会从32降9个百分点，那结果就是23。我们的谈判团队看看是不是能够再拿出什么样的一些筹码，来说服川普。学者分析，日本的谈判条件比台湾好，台湾关税可能落伫20至25%之间。前经贸办总谈判代表郑金忠2日参与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线顶座谈时表示，希望美国认可台湾配合的态度，继续推进谈判，也对咱国政府提出建议。If I'm still working for the government, there are 2 things I would do. One, I think would tighten up this transshipment market access issue. Can have more rooms, but we should be able to do it. 共同与会前美国财政部副助理部长塞瑟是认为，台美的贸易谈判有真侪重点，包括转换生产地、半导体扣税、加代票汇率等，有可能无法度伫8月7日进前做出结论。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镜头转到国际，以色列空袭加沙走廊，国际八卦的援助组织伫咧23号发出警告讲加沙有可能会出现真侪人饿死的状况。以色列总统贺祖基就去拜访加沙，要推动人质谈判。因为美国冒派特使维科夫去到中东要进行谈判，希望推动停火协议。在加沙中部迪尔巴拉世界卫生组织附近一直听到爆炸的声音，这款设施后以色列攻击。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指控以色列军队走入去因工作人员的宿舍，叫妇女甲囡仔离开，甲所有男性工作人员拢扣手铐，甲身躯顶的衫拢脱掉，也称威胁进行审问。In 2025, WHO has documented 21 deaths related to malnutrition of children under 5 years old. Rates of global acute malnutrition exceed 10%, and over 20% of pregnant and breastfeeding women that have been screened are malnourished. 以色列23个空袭造成有民众死亡，包括无国界医生在内等115个国际自信加救助儿童等主要援助组织，伫一张公开会内面讲，因目睭紧紧看到家己的同事加所救助的巴勒斯坦人一天一天冷去。会内也指控以色列伫咧援助据点加强严厉限制，并且进行屠杀。说话讲，加沙营养不良加相关疾病正快速增加，差不多200万人内面有正大部分正伫咧摇巴肚，无物件通食，超过3万的5岁以下囡仔严重营养不良。目击者卫生官员甲联合国人权办公室讲，以色列军队几多遍向要求援助的规定人开枪，造成1000多人死亡。不过以色列讲，因只敢若开枪警告，根本无遐尼侪人死亡。OCHA is no longer a neutral agency. Hundreds of OCHA employees are undergoing security vetting.
key employees will not have their permits renewed following clear evidence of strong affiliation with Hamas. 在这间以色列总统赫佐格去加沙推上连接的谈判，除了支持竞选士兵，也强调国际法的保障。而且美国总统川普的中东特使为科夫停火谈判的对象战局也升悬，这显示已经拖几个礼拜较加战局的谈判，可能会当有进展。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乌克兰二日发生俄乌战争3年半以来头一届大规模的反政府行动，上千人就揭露抗议总统泽伦斯基签署检举2个反贪污独立机构自主权的法案。这2个机构当在调查泽伦斯基的申报。泽伦斯基是强调，签署法案是为着罗西亚情报单位的渗透。大批乌克兰民众二日行就街路抗议总统泽伦斯基签署法案，撤销2个肃清机关乌克兰国家反贪局甲专门反贪腐检察院的自主权，该由检察组长直接管辖。检察总长是由总统任命。根据法新社的报道，乌克兰国会以263票赞成、13票反对通过法案。投下赞成票的多数是泽伦斯基所属的人民公仆党机关。迄日半暝啊，议会网站显示泽伦斯基已经签署成效。也不过，这款的举动引起民众的不满。几点钟了后，就组织伫基辅市中心的总统办公室外口示威抗议。这也是俄乌战争爆发3年半以来，乌克兰头一摆出现大规模的反政府运动。If actions won't be taken, I think like in a day or two you will see a lot more people here, and they won't be as peaceful as before.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这2个反贪机构关键一直伫调查泽伦斯基的亲信，所遭到安全部门指控，已经予罗西亚情报单位渗透。泽伦斯基表示，伊安尼做只是为着反渗透，也毋过反对者批评这项法案的通过，等是强化泽伦斯基的权力，互政府会当插手重大贪腐案件。Різні виклики. Ми все це обговорили. Антикорупційна і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а працюватиме. Тільки без російських впливів. 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北半球是热到要海去，规个北尔干半岛上热是有到40度，然后系列的观光景点卫城，佮因为伤热，一个暂时关5点钟，互我的工人也暂停作业。希腊日头正美，伫雅典国会大楼头前的示威全副武装，徛甲规身躯干，爱边仔人斗相共切干。第3摆遭到热浪，气温较袂着到40度，互来到遮观光的游客也感觉是挡袂牢，较紧找迎接日头的所在。So it's been a little tough so far. Been in the heat, not the greatest feeling ever. I didn't really plan for this. Didn't really know there was a heat wave happening. 上受欢迎的古迹景点卫城，日场内拢无人。原因是气温按算会升到43度，所以连续2日为中到12点到下晡5点暂时关起来。另外，巴尔干半岛最近已经遭受第3摆热浪，观光景点因为伤过热影响游客。当然，伫外口的工作者也用要白天白当。劳动部指出，伫雅典甲其他所在，包含快送员、外送员甲建筑工人在内劳工，爱为中到12点到下晡5点暂停工作，因为气温按算会升到43度。有暗藏健康问题劳工也被建议婉拒工作，避免热衰竭。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今日国际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来看世界。罗西亚甲乌克兰伫咧土耳其伊斯坦堡完成第3轮的会谈，也毋过也是无达成停火共识。参加乌克兰代表团的国家安全甲国防事务委员会主席伫咧会后表示，建议在8月底进行出现罗西亚、乌克兰和美国也个土耳其的元首会面。罗西亚和乌克兰嘛同意继续交换战俘。虽然美国总统川普23伫咧华府举行 AI 峰会，有讲到对电关税，伊讲税率未比15%较低。后面的外交官嘛讲，为着避免8月初一30%的对美关税，后面打算要和华府达成15%的关税协议，有可能会来参考日本的协议，甲15%的税率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汽车。虽然美国联邦众议院一个跨党派的委员会有举行听证会，讨论中国的经济威胁。有民主党的议员替台湾的自由往来所表示，若是华府、甲澳洲、日本，抑个台湾等等的友伴团结合作，就会当来对抗中国。高雄人武总统站有一台轿车冲红灯，
而且佫无接受这个警方的临检，警方是约到5公里外，嫌犯家己弄到路边的变电箱，才佫停落来。这个意外嘛造成附近有真侪户失电1点钟。警方表示，车顶3个人有2个是未成年，而且驾驶敢若15岁尔，车顶也有找到毒品，目前也正在调查了解案情。前方车辆立刻靠边停车受检。仁武分局大花所警员一路放送开警报器、持喇叭，要求嫌犯停车受检。因为嫌犯伫建工路冲红灯，警方查车唔停，一路就来到定清路遮，嫌犯家己弄到路边的变电箱才停落来，加在人就有轻伤。趴下！趴着！车上几个人？还有没有人？没有，几个？3个。车顶拢总有3个查甫人，其中2个是未成年的学生囡仔，赛车驾驶敢若15岁。警方当时也找到2级毒品、僵尸混蛋，还有其他面甲假背包。因为嫌犯无照驾驶，期检逃走，佮沿路冲红灯等等。警方除了依法罚上悬126000块以外，也对嫌犯验尿，厘清是毋是有吸毒赛车情形。于车内查获多项违禁品，原警依现行犯逮捕3名男子，针对无照驾驶、危险驾驶、拒检逃逸、未依号志行驶、闯红灯等交通违规，自单举发。汽车将台电的变电箱弄甲庆烟损灯，也造成附近沼青区甲凤山区有部分的路段大约455户失电。台电紧急处理，大约1点钟左右陆续复电。伫凤山区冰山街开早顿店的头家讲，才拄要开门做生意就跳电，好佳在无啥影响到。你开始做生意啊？拄要开门的。有影响到你无啊？无啦，那很早，应该大部分人都没有感觉。受影响用户有455户，经加派人力进行抢修，暂时先隔离事故区域，转供电源，于5时55分与全部完成复电。因为早起已经将事故车辆先调离开现场，台电表示已经派人在进行设备抢修，因为有对别的线路先送电，因此未影响到民众的用电需求。记者郭家祖、邱朝阳、高雄仓报道。高雄高山一搭透天厝工地，昨5楼尾墙有影在灌浆，可能是帮无定了无好势。阿摩头说楼对边的停车场卫生是水墙共款哦。监管署派人去稽查，发现工程有欠点，当中要求停工，也先罚5万块。高雄高山区这栋5楼高的透天厝，当咧进行城叠的灌浆作业。不过这阿摩头说哪灌哪漏，甚至佮规个对5楼楼对边的停车场落来，强要规工道的阿摩头，都亲像是一道水墙共款。附近住户看到将画面打伫网络，有民众来看车，看到画面才知惊。伊讲加载车无等伫咧遐，还蛮扯的这样子。哎呀，好险没有停那边，不然停那边感觉很火。对啊，目前应该是还好，看起来还好。真正好加载，灌浆的时阵无人无车伫咧下面，才无造成严重的伤害。监管处接到通报，也随会同相关工会技师到场稽查，虽然无立即成为危险，不过因为包括灌浆的方式甲帮无的工法拢有欠点，监管处也当场要求停工，同时针对起造、承造甲建造人分别裁罚5万块。初步判定应该是灌浆的方式以及它撑模的部分有瑕疵。那对于立即危险跟公安全的部分是没有立即危险的。当然这个工地我们已经立即责成勒令停工，并依建筑法处罚。一楼落来的阿摩头工地人员已经处理好势，不过所过阿摩头水所拢赶对水沟去，这部分环保局讲已经违反废清法，相关罚6000块。监管处强调，若被厂商提交复工计划书的时阵，也要求紧，爱将水沟的阿摩头处理好势。记者柯家祖、柯朝阳、高雄仓报道。新竹县中正国小最近当地做工程哦，完工了后，吊车经过篮球场，在涂骹所汹汹落落去，加在即马后热是无人受伤，目前是先管按摩头来绑起来。教育部表示会找厂商来检测，另外嘛有议员是认为讲哦，这校园的地基有风险，建议都要乌开来检查。吊车链啊，踏入去坑内底，这坑是伫咧下校内底。因为新竹县中正国小趁后热咧做厝顶的排水工程，完工了，吊车准备要走，经过篮球场的时，涂骹汹汹踢一个大窟窿落去，加在无人受伤，管务也赶紧派人抢修。你会不会担心小朋友在学校安全啊？会啊。怎么样？那边也是很安全的，我看那都是上面的那个都是那个很软的。学校正进行天沟改善工程。那改善完成后，吊车要驶离，就陷入了那个下陷处。尽速将下陷处予以警示围篱，并紧急处理后续的
那个下线的改善范围。那学校也另提出篮球改善的计划。有新竹议员讲，去年学校做整建工程的时阵，就把屋处建筑废弃物，后来甲教育局提出篮球场整建计划，想要到计划还未通过，就出问题啊！议员就呼吁县府得要重视校园安全。操场，它在去年进行整修工程的时候呢，也就发现了，就是说有相关的废弃物回填的一个状况。为了学生的安全呢，应该要进行全面的开挖工作，那么来保障学生的权益，同时呢，也要进行整个这个地基的检测。教育局指出，目前相关安门图紧急抢修，后续会调出相关资料，找厂商找出原因，并检测其他有疑虑的所在，确保师生安全。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台湾因为开放中国人来台湾观光，所以业者用诈骗变做等等的方式，伫社群平台讲会使替因办商务入台证。移民署进前抓到一个非法集团，一年协助上百个中国人来台湾观光，赚的钱就超过500万。另外，嘛有一个中国网青用商务的名义来港台湾，所伫咧汉光演习期间开直播，各界就证实这有国安记录，国安单位是已经在调查。伫社群平台一直宣传做伙去台湾，有中国网青制造影片，假讲会当代办1年无限届往回台湾的商务入台证，吸引中国人以商业名义来台佚佗。暗过事实上，两岸观光还未全面开放。移民署进前有查到一件假商务交流非法代办集团，拢总18人，透过变做文件等方式，1年协助至少120个中国人来台非法佚佗，估计不法所得超过500万台票。本案由张姓大陆籍旅游业者招揽境内不肖业者，以伪变造申请文件方式，协助大陆人士非法来台，并从中谋取高于官方规费60倍之暴利。专勤队表示，社群小红书有不少教学文章，指导中国民众用假的商务活动来台湾，不法的业者协助伫台湾找龙头公司做邀请单位，搁予中国人假造是商务人士非法来台。进前嘛发生一个中国网青，好亲像嘛是用假商务名义申请来台，伫汉光41号演习期间自由行宽台，伊的直播影片包括汉光操演的敏感区域。叫外界这个有国安的记录。近期也发现有这个中国的所谓网红随着汉光演习的这个不同科目跟地点进行拍摄，那这当然会影响到我们的军事安全。移民署讲，中国人来台湾做专业加商务活动交流，必须透过邀请单位线顶代替申请，先由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审查身份资格符合规定，而且必要性了后，再搁由移民署查核。去年2024年，拢总有13000多人，因为发现各样客人拒绝入境。未来原来会伫审查方式甲处分这3方面强化管理。记者采访报道。国防部为了强化军官、士官心理健康论性，营造友善职场环境，要参考公务人员的请假规则来有更修正，替军士官增加3天的身心调息假，而且唔免证明平时嘛袂使拒绝。创下历史上上长的10天9暝汉光41号演习落幕，部队无分日夜结合练兵，合作强军进犯。不过因为军中当年的高压环境，国防部为了强化军官士官的心理健康韧性，即阵依个修正国军军官士官请假规则部分条文，军官士官逐年增订3天身心调息假，明定宽照主官袂使拒绝，而且唔免减负证明。修正条文课正公告收整意见中。让国军弟兄姐妹自己感觉到需要休息一下、喘息一下的时候呢，可以直接请假休息3天。那而且明定主官主管不得反对干预立委肯定国军营造友善职场环境，国防部回应是参考公务人员请假规则，同款嘛是今年增订3天的身心调息假，全国差不多36.3万公务人员得到好处，目前已经送考试院审议，上紧今年年底前上路。必须注意的是，国军这届的新增加身心调息假，敢若适用军事官、基层士兵无包含在内。编线比有4%几的、5几的、60几的。离标准的80几差得非常远，这代表什么？很多事情没有人来做，那一定会影响到正常的休假，连正常的休假都被影响到了。
你还要再加3天的假，这要看我们国军各单位、部队基层执行起来有没有困难。另外，对于发放慰劳假补助费这个条件，国军也参考公务人员的规定，原先军事官逐年累计请慰劳假7天，会当请领慰劳假补助费。新规定改做至少要请10天才会当请领。记者综合报道。7月2日开始，台北市府列管的290本的场所禁止店家免费提供用一届就拼掉的餐具，上无是按甲消费者收1块，希望会当达成本数减量。也毋过，这项政策也是有民众唔知影。台北市环保局表示，目前到年底拢未发钱，未来会阁继续宣导。真侪人会甲3顿包顿去食，也毋过自7月22日开始，台北市府规定讲，市府列管的298个场所。亲像公家机关、学校、儿童亲乐园，甚至是台北地下街等等的店家，袂当免费提供用一届就拼掉的碗、箸、甲汤匙啊，上无爱甲消费者收1块，希望促进民众有环保意识。有民众表示，还阁唔知影这个政策，也毋过有民众讲，若是要收钱，就会拍算家己砸。没有不知道啊，就外带自备就好。当然就是带着自己的自备餐具啊，也是 OK， 对啊。我觉得就提倡环保了。我还是最希望他们有可以循环使用的餐具。也毋过，到店家反映，目前要是拄到唔知影这项政策的人，会误会讲是应该消费者偏。店家希望台北市府爱阁加强宣导。影响蛮大的，因为其实以这边的场域来讲好了，这边都是分食文化，所以客人通常会点了1份餐之后，跟你索取可能4到5个餐具不等。那如果以店家来说，其实我们当然在餐点的成本上面就会上升。环保局表示，这个政策是照台北市净零自治条例实行的。目前有请一寡餐厅提供循环餐具，冇咧甲店家宣导。另外，也有大海报宣传。环保局预估新措施实行了后，预估台北市一年通减少2700万的一届性的餐具。我们希望能够鼓励重复使用，来减少垃圾量的产生。在这个政策施行一段期间之后，我们会依成效以及民众的配合情形来检讨评估是否扩大适用的场所。环保局指出，这个政策到年底之前拢未发钱，也毋过明年元旦正式实行了后，若是互人检举，就会罚3000到1万块。环保局讲，这段时间卖继续加强宣导，毋望消费者培养家己炸餐具的习惯，促进本色减量。记者桂宗林、曾俊佑台北报道。1960年代，南投埔里的青菜产量占全国的8成。伫当地有一个龙南天然菜博物馆，有保存完整的制作过程。这项青菜的产业技术，南投县政府伫咧年初甲订立做无形文化资产。做青菜已经第6代的76岁博物馆馆长施玉富，也有伊的后生施仁荣，也订立做技术文化保存者。用布来过滤青菜。早期青菜定用伫碗盘、家具等等来保护甲装饰。施仁荣是南投埔里镇天然菜产业第6代继承人，伊的老爸施玉富伫1996年成立龙南天然菜博物馆，是全台湾唯一他互民众认捌天然菜产业完整流程的所在。希望说能够真正传承了，因为台湾的这个漆呢，算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了。那埔里这个地方呢，就是当时透过这个漆啦，那世界很多都知道这个埔里呀。民都做成透明漆或黑漆之后，然后直接拿来做漆艺。我们这个是整个前半部全部都包含在里面。1960年代，埔里的天然菜产量尚无占全国8成，后来因为互化学菜取代，和复杂的社会因素。产业豆豆啊行路行，为了保留这项珍贵的文化资产，南投县政府甲台湾天然菜产业技术公告登录做珍贵的无形文化资产，嘛认定饲甲爸囝是技术文化保存者。伫户外教学的部分不管是伫咱的这个龙南的这个天然生漆博物馆遮来做一个 DIY 来做一个认识，嘛会再来邀请咱天然的这个生漆的博物馆，因会当去学校做宣导。埔里镇公所表示，毋望透过文化和技术的保存，未来有愈侪人愿意来学习这项技术，和台湾天然菜的艺术文化会当继续流传。记者辛欣怡南投报道。台湾北海猪的数量初步降50只，渔业保护协会和台湾马祖鱼保育联盟办北海猪观察的课程。
培训正工利用吊镜甲无人机来记录台湾的北海猪，希望进一步来观察北海猪的数量甲特性。一群人伫中滨工业区的山西水道边，摕千里镜观察到北海猪的影子。荒野保护协会甲台湾马祖鱼保育联盟合作举办北海猪陆地观察的课程，除了要互民众知影北海猪保育的困境，嘛要培训北海猪的观察技工。伫上课时阵就有讲到，迄北海猪即马拄到迄开花的问题，所以就来遮看卖因即马的现况是安怎。是希望把白海豚现在遇到的困境推广给更多人知道，然后也教他们怎么在岸边做入关，进行入关。一整天的课程之后呢，就可以参与当作是入关的志工。主办单位指出，目前台湾北海猪的数量剩无50只，海上风电开发的噪音加干扰对北海猪的生态有真大威胁。这届课程有安排陆地观察甲无人机教学，要来观察北海猪的品性甲数量的变化。有诶几啊只可能伫海面下骹咱看袂到，啊若无人机飞出的时阵，咱就有法度去记录伫海面骹佫有几只，啊咱家翕起来，咱嘛知讲伊的行为是啥物。希望了解咱北海猪的生态的特性跟是不是受到周遭开发的影响，所以咱来做这安尼记录，来互开发单位甲政府知影讲，咱的开发行为爱安怎受到限制。保育团体表示，过去的观察记录都捌发现风电业者的施工船干扰到北海猪，或者是施工的漂线浮球影响北海猪的活动范围。透过观测，会当了解工业开发甲环境变化对北海猪的影响，这拢是真重要的保育参考资料。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最近，蔣渭水文化基金会有举办台语营队，希望透过音乐、绘本、还有搬戏等等的方式，替囡仔打造全台语的环境。有营队老师就讲哦，那只要囡仔愿意开嘴讲，咱就有机会学真台语。金牛、臭鹿、伫台顶教囡仔12星座的台语要安怎讲？老师问问题，囡仔拢积极抓手要回答。毋过，若要求囡仔用台语回答，可能就无法度像华语遮尔练到。老师希望透过鼓励，互囡仔开嘴讲台语。他教说动物比赛，谁会讲台语？我是也讲台语啊。我讲台语时会讲较慢，爱想较久。但我讲国语的时候可以讲很快。我在这里课学到了。那个星座怎么念？处女座，然后下手座，然后摩羯座。蔣渭水文化基金会伫台北有举办台语营队，今年已经是第2档举办，活动拢总有5天。基金会甲内湖的立山国中借场地，真侪老师拢替家己的囡仔报名，也有老师因为后学期爱开始教台语课，所以嘛专工来听课。这学校有一寡老师因为因后学期要开始教台语啊，因可能头一届接上，因可能嘛毋知讲要安怎教啊，想讲阮遮有一个营队吼，有一个营队伊会当过来，然后个看嘛讲阮安怎交小朋友来做一寡互动安尼。台语营队用音乐、游戏、广告的方式，互囡仔有讲台语的环境。伫咧湘北、基南和台中等等，拢有办营队。营队老师讲，有的囡仔甚至听无台语，毋过这就是学正台语的过程，需要用耐心，豆豆啊，甲咱的母语捡回来。记者台选谢桂玲台北报道。伫咧世台湾，中国队直直咧甲咱台湾队起无空哦。自台湾乒乓10步团体组拍败中国队，摕到金牌了后，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的人先甲主办单位抗议，咱伫咧比赛场喊台湾加油，然后佮要求甲咱的国旗摕落来，甚至佮走来抢咱台棍道选手的祝贺电报。今天晚上，跆拳道对打我国男子团体，再度获得银牌。中国队又再次前来抢夺我们的贺电，我在这里严厉的谴责中国队这么不明的犯罪行为。德国是民主自由国家，颁发贺电给我们自己的选手，与喊台湾加油对我们自己选手的支持，完全不是奥会模式的范围。中国队，请勿再将奥会模式无限上纲，伤害台湾人民的情感。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的人员同林咧抢走咱台湾选手，要来抢台湾选手的祝贺电报，加在边有人甲阻挡。咱的体育署长是讲，中国唔拿向大会抗议，咱话台湾加油是违规。前几日嘛，伫咧羽毛球团体比赛结束了后，要来抢贺电，甚至进一步甲主办城市施压，要求咱甲台湾中继站物理治疗所门口口的国旗摕掉。后来爱松市长有甲咱回信咧，即届佫发生即款抢贺电的代志。体育署长嘛替台湾选手发声，谴责中国对因的这款行为。咱做回来关心今仔日各地的天气有报资料。北部地区25度至35度，中部地区30度至35度。南部地区30度至34度，东部地区28度至32度，外岛地区28度至33度。再来是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咱明仔载再会。